呢個盤真係幾平下，即係純粹咧當會所咧，其實真係都幾抵嘅。因為咧清水灣高爾夫球會400幾萬，係冇樓喎，呢個買成300幾萬，有咁大個會所，所以個價單我淨係講第一張價單就一定冇得輸嘅。即係投資嘅角度咧，講 Upside 講 Downside，從而計個風險回報值博率。當佢個發展商第二期加價咧，第一期就唔會有 Downside啦。投資當然係投資啦，咁大概4厘以上嗱，佢補地價補咗200億，基建咗60億，未計建築費。係啊，咁我個建築費係講緊AV 價啊嘛，我哋嘅 AV 價係講緊1萬以上，但係佢賣出嚟係實用面積噶嘛，即係佢 efficiency 幾高都好多講緊80%實用嘅啫嘛，所以呢一轉應該係發展商輸俾你，輸都唔少下，但係所以佢第二期應該要加價。因為我揀2間啊嘛，咁有一間可能即係有價靚咪走咗去咯。我睇發展 market 幾多，我預10% 以上嘅，係希望有10% 以上應該得嘅，即係唔係樓價升值，即係我本身睇咧係樓價會跌嘅，但係因為平啊嘛，即係你明你個 Hermes 明10萬蚊，但係6萬蚊你都賣㗎，係咪先？係啊，咁所以係低水嘅原因導致我入市，唔係因為我睇樓價升，即係我睇樓價方向係跌嘅，但係平我都要買咯。即係好似我琴日買咗個荃灣中心，都係300幾萬。但係荃灣中心都係新鴻基啦，但係依刻講緊你個新盤都係300幾萬，我大概用緊5000萬，用咗標1億左右啦，今年落11、2個到啦。